今日帶大家嚟到位於深井嘅碧堤半島，睇睇我哋其中一個工程單位嘅案例。客人係新買單位，想安排一個專業鋁窗檢驗。檢驗嘅時候，發現鋁窗與外牆嘅防水層出現問題，配件亦有鬆脫老化情況。因為屋苑唔同鋁窗有格式同顏色要求，所以揾咗我哋安排一個全面嘅鋁窗保養服務。跟住師傅就會將鋁窗拆走，然後更換不鏽鋼窗鈎、手製配件以及外內膠邊。師傅會徹底清除老化龜裂嘅防水層。跟住落嚟就會開始做防水工程啦。如果你都有類似呢個單位嘅問題，可以揾我哋安排返針對屋宇署記驗窗要求同窗框滲漏嘅工程，一個工程解決晒屋宇署強制驗窗命令同窗框滲漏嘅問題。全屋鋁窗配件更換、防水層更新都係1日內完成。工程完成後可享有3年保養。工程亦都已經購買咗第三者責任保險、勞工保險、棚保。如果你屋企有鋁窗滲漏嘅煩惱、強制驗窗嘅問題，隨時聯絡我哋信安鋁窗檢驗部，安排一個詳細免費嘅鋁窗檢驗。